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2022年的命案，有一个土木的工程师陈必干，为着钱讨袂转来，甲一个马来西亚的女大学生刣死，一审甲二审拢甲判无期徒刑，双方拢阁提起着上诉。最高法院认为，这个陈必干是自首，但是诉方认定无忏悔，讲这个部分爱阁厘清，所以发回经审。今仔日高等法院经一审认为。陈必干唔是真心的杀人，嘛无侮辱被害人，所以这个罪责无到上严重的程度，而且伊阁来自首，所以减少伊的罪行，本地是无期徒刑，即摆是改判18年10个月。对判决有信心吗？拖着沉重的脚步杀害马来西亚籍生出来女大学生，这个土木工程师陈必干，伫听法官判决前，目头角角行入法庭。满意吗？今日陈必干听宣判，一审甲二审拢被判无期徒刑的伊，高院经一审后改判18年10个月，刑期减轻，伊当庭双手合十，感谢法官失败。陈必干2022年对马来西亚籍生出来女大学生登去伊细厝的所在，因为当初和对方99,999讨袂转来，伊就咧痛下杀手。高院一开始认为伊杀意坚定，虽然讲知影陈必干有自首，抑过考虑案前后感觉讲无需要减刑，维持无期徒刑。双方提出上诉了后，最高法院合议庭认为讲，明明陈必干有自首，却被1、2审的法官认为讲无悔改意思，所以讲撤销发回高院经裁。高院经一审开庭的过程中，陈必干坚持讲有自首。今日法官宣判伊符合自首的要件，减轻刑责，依照杀人罪改判伊18年10个月。本院合议庭考量。被告非预谋性、计划性的犯案，且为以凌虐的方式增加被害人痛苦，亦未有毁损遗体等行为，故其罪责应未达最严重犯罪之程度。且本案已有前述自首的减刑之适用，不难量处死刑或无期徒刑。原本是2摆无期徒刑，即马宣判大改变，引起各界关心。家属因过开庭的时，希望法官会当判死刑，唔然后台湾变成马来西亚学生的地狱。即马无看到望真久的公道，这个案件议员会当上诉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